伫咧台北市温州街52巷，日本时代台北帝国大学的官舍群，即马却撞到途经的问题，恐惊都要拆掉。文化局今派人去会勘，看敢有文字的价值。有民众是认为讲，这是台北历史发展的建设，应该爱保存。嘛有人是认为讲，这个官舍无啥物特色，爱赶紧拆掉。 温州街52巷附近的一居民拢到位，因为这条巷仔有1930年台北帝国大学起的官舍群。这搭官舍群即摆面临要保存，也是拆掉都市更新的选择。台北市文化局拜二针对温州街52巷的上述这边做文字价值的会勘，也那伫咧徛所这边，因为过去互人认定无文字价值，伫咧1号甲3号的部分已经伫旧年底的时阵互人拆掉。落尾5号甲7号的部分，因为文化团体提出新的事情，证明中间的艺术做永和甲陈其乐捌带过遮，所以这阵文化局要重新提起调查。 这附近的地理关系来看，台湾大学还有师范大学，这个都是从日治时期一直延伸下来的地大跟台北高校。其实这些学校设在这里，就是台北城南发展的主要原因。 支持保存的居民认为，这个官舍群在台北市发展历史当中有重要代表意义，应该保存。而且，佫是研究族群文化的人类学家陈其乐，佮推动台湾史研究做永和两个中间院艺术过去大的所在。不过，也有居民认为，这个官舍群唔来老旧，定有网通影响环境，而且建筑也无特色，无保存价值。 如果这个东西有值得保存价值，比如说这个日式建筑，比如说它有17、8个特征点，都是不错，而且保持完整的，那当然这个有保存价值的意义。可是这个你看到它全部只有那个脑袋那个窝角，那窝角又是平民啊、百姓啊，通通都可以做的。 反对保存官舍的居民认为，这个官舍群应该拆掉，伫都市更新了后，搁在伫新的空间按所在纪念较妥当。支持官舍群保存的居民认为，1号甲3号已经拆掉的土地，就有够都市更新。剩的官舍群应该保存，规划做文化园区。台北市文化局即摆的会勘，至少需要1礼拜的时间完成记录整理。接落来会看内容，搁再摆入文字会审查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